国际新闻来看，气候异常的状况是愈来愈明显。昨西班牙南部都市科尔多瓦就出现有史以来上高温38.8度。西班牙伫4月份的平均温度嘛比预期高10度到15度。气象专家是表示讲，因为有对非洲来的热空气停伫西班牙的空中造成的。最近葡萄牙嘛非常的烧热，气象局嘛预测讲部分地区可能会到37度。民众找较凉的所在，举开扇电风来咧烧热，有人家己穿水倒来啉水，安尼才袂着沙。西班牙27的高温达到38度8，创下4月有史以来上介悬的纪录，而且连续几落天拢是烧烘烘，安尼互西班牙4月气温比班倍加悬出10度至15度。No es lo propio del mes en el que estamos, que la verdad es que lo ideal sería que lloviese porque a nivel del campo, los agricultores, eso les repercute mucho. 气象专家讲，该自非洲的这款大量的热气吸调着，致使甲西班牙拢出现极端的高温。今年的前几个月，全球拢出现破纪录的高温，亚洲各国嘛逼悬到40度。同款伫个伊比利半岛的葡萄牙，27的高温嘛来到35度，有游客规气过来啉米露烧热一下。We're not from Portugal, so we didn't know what the weather would be. We do love it, but it's really early and it's really hot. Yeah, too hot for you? No, it's not too hot for us, but we're here on holiday, so that's different. 气象局估计讲，部分地区有可能达到破纪录37度。高压系统加上伊比利半岛拢真好天，原本已经是真干燥的地面，翕调着无法度散热，安尼来出现可汗甲欠水的危机。森林野火的风险嘛大幅提悬。为着要预防灾害，法国灭野火部队比平常时提早1个月，伫6月过来开始进入备战状态。De disposer et de mettre en prépositionnement les engins, qu'ils soient terrestres encore une fois ou aériens, le plus près possible pour intervenir dans des rapidités inférieures à 10 minutes. 法国伫个去年拍花的野火差不多有12000件，其中有9件是规模较大的，而且提早伫个6月就发生。今年4月初，法国甲西班牙相隔界的所在就发生第一场野火，安尼互灭野火部队特别提早1个月，就爱提名。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再来看八大